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1月18日，神选之王，天国的人际原则。我们今天要读马太福音18章，金句 RPG 记载在第10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一位亨利·克劳德博士，他这样说：宽恕可以无条件给予，但信任却要努力赢得。是的，这是神的一个法则，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要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既是天国的这个国籍身份，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同时也是在地上这个国民的身份。那么我们一定会有冲突的。那么冲突，应业牧师曾经说过，冲突有很多的定义，但是我给的定义是这样说的：两个人以上或两个个体以上，其中一方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价值观，甚至于那些直射性的、自动性的反射的动作，妨碍到另外一个个体他的心理的需求。人的心理需求很多但是如果以 Maslow 来讲他的人的5大需求来讲的话，当然不止哦。晚年的时候 Maslow 还有讲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其实也是现代此时此刻有很多的人他所需要的灵性关顾的需求。但若另外一个个体妨碍到这个个体另外一个个体内在的心理需求，譬如说安全感，你已经妨碍到他觉得不安全，他就会起来心理机制反抗，他就会觉得被冒犯，或者是归属感或者是他自我的实现或者是有很多的他的内在的需要。当然人不知道咱古早讲人心隔肚皮，对不对？我不是你腹肚里面的蛔虫，我哪知道你的需要？不对。当我们没有去倾听、去接纳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冒犯到别人，甚至于得罪到别人，那么这个冲突就会存在。所以我们或许会觉得怎么这么难人际怎么这么难可不可以跟我讲简单一点的？是简单一点的，就像我们今天经文说的，我们要小心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不止小子，什么原因？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人用这样子的引申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使者天使，神在保护保守我们的，是派天使在保护保守我们的。当然这个在神学的意义上，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不同说法，因为我们的主是很伟大，无所不在。其实他是不需要有天使才能保护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其实他就可以保护我们。但这里让我们能够明白，在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是真的有神差派他的使者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我们其实也成为神的使者，成为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即便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小到小孩子这么小，因为在当时候的社会以色列的社会，耶稣那个时候新约犹太人，他们是不把小孩当作人的，所以也会轻看，甚至于不把女人当作人了。这是那时候他们的人际。我们的主说不，从现在开始不一样咯。
我们有讲了11章都讲，这是新的世代的开始。耶稣是弥赛亚，是天父，我们的神上帝属高立的，那么也是他的独生爱子。新的世代开始，我们要有从神来的，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先尊敬他，先尊重他。尊重一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都是神的儿女，是神所创造，所以你一定要尊重任何一个人，因为他的创造主是我们的主，神爱每一个人。小时候我的阿公阿妈每次都说，任何得罪人都不能得罪一个囡仔，特别不要得罪一个孩子，因为他的有长久性，而且他是软弱脆弱的。你这个时候对他的影响是10倍、20倍跟1000倍。所以今天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原则，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们没负啦，我不知道得罪多少人尤其是囡仔时阵我们特别也会讲说这个很不公平的。我小时候人家也是随便对待我那个长辈这个随便骂我这个诬陷我，甚至于看不起我。亲爱的大家，我很喜欢这个博士说的话其实他说出我们内心的这种纠结宽恕可以无条件给予，或许我们真的以前做过错事，那么信任我们要努力去赢得。所以亲爱的大家，不管我们是被害者或者是加害者或者是迫害者，我们都一样，一体两面，在人际间有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法则，他真的是这一位可以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因为天国最大的是像小孩一样单纯，不是愚蠢，是单纯的信靠信心，而且他们很单纯的，你跟他说他就能够转变，可塑性非常大。我们要用小孩子的这种可塑性，所以不要绊倒轻看小孩我们绊倒人是有祸的我们的这个创造小孩，创造每一个人的天赋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创造以前我阿嬷常常说怕狗爱看猪人那何况是人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神所爱的不管他是不是已经信主，都是上帝创造，因为神爱世人，神爱世界，甚至他所创造的万物。因为神有个公义原则，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说那我这很难呢。对呀，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得罪神得罪人，罪就是那个没有种靶心。所以当我们得罪了，我们怎么处理要有一个这个依序的处理的，在这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讲那我们就是要在主里面是要饶恕人的原则，不是算几次70个70，意思就是完完全全饶恕人，因为我们也被神饶恕，我们自己也不怎么样，甚至是罪人像彼得说主我是罪人，离开我吧但是神这样，神爱我们，神无条件爱我们，赦免我们。所以好不好，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是我们得罪别人，我们就找一个我们可以来跟他面对面，不要在外面或者什么乱换话这个其实也是得罪神我们怎么样子在彼此有过错不高兴的时候，一定难免嘛。刚刚音乐牧师已经讲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心里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因为每个人对解读不一样，有可能每个人都是受伤的人，那么他心里的眼镜解读任何事情都是受伤的你看他一眼，他都觉得你是在白眼他，你其实是关心他。所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2、3个人同心合意祈求，不论求什么，我们天父一定要成全我们，因为我们的天父在我们
中间。那么怎么样子一定会给我们成全，就是合神心意的。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寻求合神心意，神一定成全，就是那个神的原则：饶恕、尊重。因为神怎么饶恕我们，我们就怎么饶恕人，这是一个尊重主祷文是最好的标准，好不好？我们其实是可以每一天把主祷文一句一句的来祷告，来核对对焦。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没有这么跟神这么亲密？有没有体悟到其实他都知道所以别给你真实到神面前认罪，他要饶恕我们，帮助我们努力赢得我们得罪的人，因为这个信任要努力赢得。当然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一定要靠神。那么主，你的国已经降临了，因为你是神选之王，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上帝国里。我们虽然有一点困难，但主你要帮助我们。特别你的旨意要在我们2、3个人聚集祷告的时候，你为我们显明，我们就能同心合一。主，一切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你没有不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好不好来默想天国的人际原则有哪几个？在今天18章里面，马太18章里面，那哪一个原则让我曾经让我尝到主恩的滋味呢？哪一个原则对我而言要实践出来最困难呢？就这件事，我们来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你，我们也曾经伤害那爱我们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以主你的原则成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不容易，但主你跟我们一起努力。恳求你帮助我们时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时时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大家，今天我们活出在神里面的好人缘我们明天见。